医护人员薪水低、欠卡手这个问题是一直拢无解决。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今仔日就去接管署，批评卫福部长邱泰源已经就任1年外，说是无任何改进。这邱泰源是亲身出面接见工会代表，答应讲是恢复协商的机制，听基层的意见。上任1年多，再可以唱空。全台10外个基层医疗工会组成的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，佫叫做台医联，初2早起组织伫疾管署大门前求部调抗议，控诉卫福部长邱泰源就任1年外，对医疗人员处理艰苦的医疗办法现场无准文，甚至拒绝甲工会协商医疗改革，现场佫以行动桥反考测卫福部劳动评鉴项目都无及格。本来应该要有的协商机制一再拖延，到了最近我们要联系的时候，电话那端直接告诉我们说，部长讲这个会以后不必开了。另外，台医联也批评，总统大清朝选举的时承诺，3班复备比2年来立法，也毋过即马煞连一个影拢无，即会发钱，而且发钱也佫发别到护理人员的手中。自今年1月到达，佫有9000名护理师离职，面对劳动环境真歹，当然认得老实会止袂掉。你在竞选的时候，你曾经承诺我们2年内护病比要入法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已经执政了1年了，你的进度到哪里？现在的3班护病比还是奖励先行，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往上那个一直往这个比例不管是医学中心、区域医院还有地区医院，都已经往上升了。记者会了后，邱泰源邀请工会代表进伫会议室沟通讨论，佮承诺会恢复甲工会的定期协商，听基层的建议。另外，3班复备比立法的诉求，也会赶紧完成这个目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